高雄红山这间台中生产场，和媒体表消息讲，加工厂若无牌，环境真太高，嘛真惊人。员工哪里部分，哪里抬只鸭，也有鹅，分散撒咧乌白蛋，也未切的鸭鹅直接等伫涂骹，涂骹全化水，食品的卫生恐惊有问题。 天才拄拍曝光，这拄好是屠宰场的作业时间。这个拄送入来的精生啊，一篮一篮蹲伫涂骹，有的就直接甲ฮ็伫火水内底，斟酌甲看。内底作业员有真侪人拢是喙入一支烟，喙久熏手咧剁肉，员工阁做甲那真适拍。 根本都无管他伊即个分散落伫工作台也是精生啊顶悬，看这个青肉甲熟肉拢甲染做伙，工作的环境真垃圾。即马阁互人逼空讲卫生有问题，卫生局嘛派人来稽查。他是早上来卖熟食，那在傍晚晚上的时候、半夜的时候是来批发这个鸡鸭鹅的一个部分来做分切的动作。他现在目前是没有取得营利事业登记证的一个状况。 根据了解，即间伫凤山的家禽加工屠宰场，专门咧剁即个鸡鸭甲鹅啊，了后才甲批发到传统市场、卤味摊啊，也阁有网络拍卖。伫遮，逐工进货量有几落千只，生意真好。毋过业者煞无申请即个营业执照，嘛无去登记，这根本就是地下工厂。 没关系啦，不对，他抽烟不对，没关系哈。就是看你们要怎么处置。对这外界的谣疑，业者承认讲员工咧食粉安尼是毋对，会宣导来甲改善。另外，卫生局嘛要求工厂针对问题状况来限期改善。17就要来做第2摆的稽查，若这个登记的部分会甲移交予经发局来做线尾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